隻車就搞嗰個換擋撥片，仲有嗰個儀表燈啊，撳腳油睇下，啊着中着㗎，開始做嘢，好啦，裝好啦嗱，依家睇下啲功能先，一腳撳。儀表燈亮起來了。睇睇到，好啦，換擋撥片，嗱 S， 槍撳佢就取消，好去路線，good，可以直接用噶啦，你再減檔，佢漸速拉高。佢 S 檔嘅話，佢就會鎖住喺度嘅，就要你手動升降。D 檔嘅話，有一陣間出到前面佢就關。到一定轉速，儀表燈會第一聲提示。